對方唔代表內地人嘅睇法，希望港人多啲向外地人宣傳香港嘅規矩。我相信孔教授佢呢番言論咧，唔代表內地同胞對香港社會嘅睇法嘅。香港崇尚同埋捍衛嘅法治精神咧，係香港重要嘅核心價值嚟嘅。我睇我哋唔好過分解讀個別人嘅言論或者行為。香港同埋內地呢，我哋係同胞關係，我哋係一個國家嘅人民。我覺得我哋係咪應該多啲向外地人包括內地嚟香港嘅遊客多啲宣傳香港方方面面嘅規矩，包括咧喺地鐵裏面咧，我哋唔可以進食呢啲規矩。我相信呢啲呢，我哋應該從一個積極嘅方面咧去解決有可能存在嘅大家一啲衝突或者矛盾咁樣。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評論北大教授孔慶東批評香港人嘅言論，佢話有關教授應該為自己嘅言論負責。北大嘅教授話香港人係狗咧，其實你自己對於呢番言論咧有咩感受？香港人咧唔係狗，我知道咧法治咧係我哋嘅核心價值。香港人咧係絕大多數都係好自覺性地守法嘅，呢個係值得尊重，呢個亦都表達咗香港人嘅素質。所以我係唔會用一啲咁樣嘅言論去描繪任何一種人嘅。每一個人呢都要為佢自己嘅説話係負責。佢係一個大學嘅教授。一個教授應該有一個教授嘅品格。唔少人趁新春長假外遊到